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天堂的时间呢，我係等啲好朋友插言。今日我哋大家用彈力帶嚟做運動，彈力帶有分盤呢，咩有分坡嘅，盤呢強度較大，坡嘅強度較細。我先適合一個強度嘅嚟做運動哦。大家準備好冇？我哋開始嘅哦。一開始我哋要先做暖身，要做暖身，地下運動，那唔會搓手，那會較安全哦。一開始我哋蹲喺條嗱。先向前面，向右邊，向後背，再到左邊，鼓勵到前面，左邊，後背，再到右邊，輕輕的鼓勵到中間，肩頭慢慢的轉去後背。再轉過來前面，安尼個將肩個肩頭看唔橫咯哈，更加對彈力帶拿起來，手打開始唔怕，一開始暖身，彈力帶不用卡鬆一時咯哈，手要伸出來，我哋轉去後背，再轉過來頭前，盤起手伸出來。天天呢，縮起轉過來，再把盤起，縮起。做暖身時間，唔是講嘅肩頭過橫嗬，冇綁到過橫哦，安尼唔嘅彈力帶都扭脫斷呢，安尼個唔爽快哦哈。我哋再做兩個哦。聽埋嘅，我哋調整嘅呼吸一下，吸氣，盤氣，吸氣，盤氣，再擺吸氣，盤氣。我哋暖身做到一片，接對我哋做做運動嘅哦。我哋一開始嘅做運動，同樣起蹲做都可以嘅。左手拿彈力帶，啲人嘅太露比順風；右手壓起來，啲人嘅肩頭前面，好天天嘅綁上去，像綁頸咁樣嘅。綁上去嘅時間，手伸出，過來，吸氣。伸出，慢慢的做，吹氣慢慢的，過來咪慢慢的哦。肚子要豎起來嘛，唔記得肚子要豎起來哦哈，要養成習慣了哈。再擺，你嘅手腕有凹到嘛？唔可以按你凹到哦，要平平哦，好記得了哈。盤氣，吸氣，再一個都好誒。天天的過來，好，今日就溫數誒，右手啲太露比順風，左手壓起來，彈力帶調整到適合嘅地方，好，天天的伸出去，再過來，吸氣哦，彈力帶綁長來，手要伸出來，都係安尼，慢慢嚟做，冇關鍵。盤氣，吸氣，盤氣，吸氣，幾好，都係安尼。再來哦，手開始伸軟了未？伸軟一下哈，會好誒，會做得嘅。聽埋嘅都好誒，天天誒不用過來，好接蹲，我哋一對彈力帶，不用喺下背腳蹬蹲，兩隻腳打開來蹲喺肩頭向右發，係調整一下，好，第下我哋要鼓下去，係做側面哈，
骨下嘅时间，你面中骨要向后背，像坐凳嚟用，安尼坐下去。你面中骨唔可以向天来哦，安尼你舌头会唔爽快。嗰時等骨下嘅時間，我記得唔都係個像坐凳嚟用嘅，有嘛？安尼坐下去，背囊傳出來，好，背囊傳出來，按下等手向前面出去，過來，出去，唔啲做前面一兩個時間，可以試看到我哋彈力帶強度，最緊太強。我感覺個雙人的話，我彈力帶都再變鬆一些，做個出去太強鬆，我彈力帶都再扭短一些。好，嗰時彈力帶好處都係可以隨時做調整。我記得我面中骨，我向後背坐凳嚟強樣坐下去，係數唔是輕高，唔過我數要存出，也動作會較犀利一些。他趕緊試看咯，盤氣，上來吸氣，再擺盤氣，上來吸氣，再兩個，提埋一個，提過來，先不用喝，我個神人嘛。也通做因為要顧下去，睇落邊都會個處理得，還有我手綁出去，哈，也彈力帶會感覺怪痕，嗰時候我肩頭、我手背也都會感覺輕鬆嘅，上面下背強下用力的時間都會感覺輕鬆嘅，我個實力啦，哈，我哋泡泡㗎，泡泡㗎，休息好未？我哋做第三個動作嘅喲，哈。強用同個彈力帶變下來，兩隻腳踮喺中間，咩用打開了同肩頭強用法，好調整一下。第下我哋做嘅係壓體房二頭肌伸落出嘅，我哋講嘅伸落出嘅都要節壓體房，好。然後彈力帶，我嘅手把掌向前面，兩隻手嘅夾斷都是強用豎起來，好，一定要記得。好習慣豎起來，然後手夾斷向上面綁起來，有嘛？安尼都安尼聽，像寬水一樣，寬水桶一樣寬起來，盤氣，變下來吸氣，盤氣，吸氣。我感覺我伸落出嚟，好，壓體房二頭肌有得出力的哦，有看到嗎？好，騰騰走哦，盤氣，吸氣。你手腕有凹到冇？有安尼凹到冇？有凹到冇？冇凹到哦，手腕會平平哦，哈。手把掌都會向前面哦。盤氣，吸氣，盤氣，吸氣。加油哦！手唔可以安尼打開來哦。好，我記得手唔可以安尼打開來，水條夾起來。好，標準的動作，輕鬆腰，唔係睇你帶拿到都輕踩做哦，哈，要注意哦，哈。可以嗎？還可以嗎？我哋伸落出誒。較有力，我哋再做幾個，再試可以嗎？3、2，聽埋一個加油！我個手喊出來的話都喊出來，因為我哋用力的時間都會個手喊出來，哈，個雙人哈，來泡泡㗎，泡泡㗎。我記得咧泡嘅時間，手要像鼻嘅像碗一樣安尼泡，那麼對我手打到出爽哦，哈。好接斷，我哋斷彈力帶，擺起後背，擺起後背，夾斷手兩隻手夾斷，強用我嘅虎口夾斷彈力帶，我嘅手一開始，我嘅角度手嘅角度都會安尼。像英文字母的 W 有嘛？
安尼，看后背，就要从 W 绑出去，边 T， 好，边安尼姿势，也还练那片，练翻翅骨，好，练个翻翅骨。最刚感觉绑出去太强手，个弹力带都扭较短一些，好，练个翻翅骨，更加转过来。好，佮上个数，压姿势，绑出去都重重，绑七七，盘起，缩起，盘起，缩起，唔都感觉个翻翅骨同来同起，嘿，盘起，缩起，注意哦，个数存出个时间，肩头唔可以耸肩。唔可以安尼，安尼发作都忝慢。个肩头个行行只位我轻唔爽快，我轻唔爽快哦。佮上个肩头要压下来，都会安尼quite好。做动作个时间要注意自家身体有做触摸，唔免安尼停顿就紧做哦，要检查哦，还有哦，也动作较强爽一些，无按实力的。我哋再做几个可以吗？加油！听慢细个，3、2、1，不用强手，停停嘞，等弹力带不用抬，再扑扑个，再扑一下。等做运动做脱的，更加都要做伸展一下哦，哈！嗱，等数存出来，再弯片，更加得做弓箭步，动个脚垫下去，后背脚记得要垫下去哦，哈！好的，弯片，靠用出来蹬下去。好，天天的鼓励到中间。头头运动，他家己好不好嘛？就对要提醒上来好新的动作的哟。一开始我等下先做暖身哦，暖身个冲腰，又做暖身，安尼看唔会出伤哦。准备开始的哟，来头拿先向前面，向右边，后背。都走偏，前面走偏，后背，再到右边，过来中间，肩头向后背转一下，慢慢的转，向前面绕太前一些，慢慢的转。更加，我哋把弹力带拿起来，用技术扭较严一些，安尼弹力带会较强爽，哈，手要存出来，哈，就轻轻的拿起后背，再轻轻的转过来前面，盘起后背，缩起过来，个强爽做都可以的哦。身体要起张来哦，莫扑背哦，要记得咯哈，都需要竖起来哦。再做量诶，提慢一个，更加得调整一下你的呼吸，吸气。盘起，吸气，盘起，再100度好诶，盘起。等暖身做到一片，有流汗的毛，接着等做做运动的哦。等做运动一开始，等弹力带拿起来，
变为下背脚踮喺弹力带中间。好，脚打开来，一时时发，唔是顿，唔係鏡頭強用發，一時時發都好誒。第一下就我要顧下嘅動作，我先做側面半看，我哋顧下嘅時間，我記得先從個面中骨向後背像坐凳嚟樣，我哋顧下去，有看到嘛？好，本來傳出來，我哋顧下去，每一擺顧下嘅時間都要記得我哋做哦。嚇，啊看前面顧下嘅時間，我喺前頭，喺兩隻腳平行。冇打開來哦，咩冇內八哦，都冇唔可以夾起來啊！嗬，兩隻腳平行。我記得等下明白顧下嘅時間，都要按呢個姿勢哦，哈！準備好嘛？我哋開始嚟哦，哈！第一個動作，打開來，顧下去，企起來，合起來，穩片打開來，顧下去，企起來，再拍合，一、二。3、4、1、2、3、4，看下做側面，1、2、3、4，打開來，顧下去，企起來，合起來，打開來，面中骨先顧下去，背囊傳出，合起來。1、2、3、4，我哋再轉過來，再做100次看咯。打開，顧下去，放起來，合起來，打開，顧下去，放起來，再100。1、2、3、4，聽埋一個1、2、3、4過來，剛剛用嘅呀，個雙人錯嘛，啱過也動作輕有效哦，哈！唔係太落筆，唔係失誤，唔係數前面三角肌也開，都會感覺輕有效果哦，哈！睇下你試看咯。好，下一個動作，我哋兩隻腳強用打開來對嘅鏡頭強用法。好，等下顧下嘅時間強用，我哋頭都講嘅背囊傳出來。好，我哋先做側面，背囊傳出來，手要向後背，手要向後背，看下做100哦。我哋先顧下去，好，手向後背放出去，感覺彈力帶太長，都手短一些。好，我記得保持下姿勢，面中骨向後背，背囊傳出來，放出去，過來，放出去，過來。放出去時間盤起，過來吸氣，放出去，過來吸氣，身體要28插出去哦，好，按兩個較好做哦，哈，唔是個講怕，唔過我嘅手要盡量傳出來，再100，都係呢。我哋再做4、3、2、1，啊，天天嚟，行起來，咁個樣嘅呀，個雙人呵，頭都係動作，我哋練到那片，練到一開，我哋講嘅拜拜咯，好一開，個親雙人咯，更加我哋讀書，伸展一下。再穩手，手邊嘅手肘一片，再綁出去，天天的過來，婆婆家，婆婆家，穩片婆婆家。做個感覺輕雙人嘅時間，一定要放鬆，吼，要休息一下。因為啲個雙人嘅時間，緊做，唔係動作會越來越唔標準，安尼唔係效果會越來越唔好，安尼做都拍做誒。好，嗰時候聽嘅時間都休息一下，唔怕。接對，我哋再做下一個動作，強用彈力帶放下來，腳踮喺彈力帶中間，打開來，用個鏡頭強用法。等下我哋重心
移到我的左片，好，我的右脚随时可以压起来，好，随时可以压起来，都是这样，手小腹都是要竖起来哦，哈，手不用强松都好诶，就用我的右片的太落臂，落背压力，对我脚弹力带压起来。嘿，也会练到我的平衡哦。阵间唔敢讲无法度平衡，唔怕，唔都去扶一个灯诶，有冇？唔都弹力带牛顿扶灯诶，冇都扶个墙壁，安尼做，咪可以，哈，咪可以，可以训练到我太落臂的外侧，还有都市，还有我平衡，都安尼quite好哦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天天下来，等稳片。做呀动作一天两只脚都会做哦，吼，无我两只脚的力会无一样哦，吼，同样等我重心移塞到我的右片，等我左脚拿起来，吼，拿起来，不用下来，拿起来，不用下来，因为有弹力带阻力，嗰时我刚刚拿起来的时间唔要过强松，都是竖起来哦，安尼那我起稳哦，吼，起张哦。还有哦，再来4个、3个、2个、1个，啊，天气不用下来，个3人了哈，强强，我哋先等弹力带拿起来，太落臂泡泡架，太落臂泡泡架。做到一片，他跟你讲过样的啊，青少年们，青少年的人可以先休息一下，可以的人再停落来看下做哦，哈，得做下一个动作的哦。下一个动作，等弹力带，用个后背，一只脚蹬顿，等弓箭步，好，弓箭步，后背脚伸出来，弹力带，你会虎口一片，虎口夹顿，好，捞起后背。一开始的预备姿势第一片，后背脚拿好哦，无用个弹力带带会弹起来哦吼，后背脚拿好，手夹对你讲，先做侧边的动作分开，然后手夹对你讲，第一下第两只手向上面伸出来，再下来，伸出，下来，更加一只脚得先做侧边分开。等下另外一只脚的时间，我会做正面分开来数哦哈。盘起，刷起，有看到冇？盘起，刷起，该好多下呢。盘起，3、2、1，好，天天的过来，不用下来。得往另外一只脚，得做正面分开，好，脚向拿好来，做正面，手夹起来哦，好，开始的哦。有看到我的手嘛？我的手跟夹对你讲哦，有看到嘛？我手冇打开来哦，冇打开来哦，好，夹对哦，好，夹对你讲，向上面伸出来，盘起，刷起，盘起。所以我跟夹对你讲哦，冇打开来哦，后背脚咩伸出来哦哈，盘起，刷起，做到quite好，加油！我做出来哦，加油哦！盘起，刷起，再做4个、3，quite好，2、1，天天也不用下来，弹力带竖起来，靠用先泡泡架，等下准备做伸展，好，泡泡架，来弓箭步，脚底后背，我记得脚蹬下去，好，得停一下下，弓箭步本来纯粹了停一下下。然后就弯片，靠用纯粹来蹬下去，天天嘞跪到中间，
今日的動作大家你好不好冇？明日你聽到我做，你的身材會越來越好，精神會越來越好哦。甜筒，我哋下次見。